青杜丁佇台灣四界攏看有，即馬差不多20萬隻。中華分園這個鳥樂溪岸邊看到這隻，我要驚死！袂輸咧翕這個電影庫斯拉的同款，這隻偌大隻呢？有2公尺這大隻。樹仔塊溪水甲樹葉啊，同款吸水青杜丁，無煩無惱，食甲阿不討。看到人挖過嘛無咧驚。生態林業署真濟擺看到規大陣的青杜丁族群出現佇咧中華分園的馬路溪。上細隻差不多30公分啦，上大隻頭2米啦。我佇遐已經看足濟擺，有人才看到我袂富哩。伊應該是換開啊啦，因為伊遐看大細隻攏無共樣，上屆無1、20隻走袂，是袂共價，但是足恐怖，看到迄個形足恐怖，足大隻，足大塊，足大隻。佇咧岸邊樹林四界拍走的青杜丁真大隻，民眾看到掠準講是電影內底迄隻庫斯拉，甚至閣翕到體長2公尺長的青杜丁，驚到人大隻，互真濟人看到攏看個軟腳。伊會食農作物，佮伊會施治，伊無天敵啦。伊會食農作物，伊會食果子，伊會破壞農業處愛重視啦。因為分園本身就是農業縣，迄附近攏有種奶雞、種零件、種菜。生態林業署講，過去1年來，佇咧馬路溪甲八卦山10記錄到青杜丁的野車，有20公分細隻，到超過1公尺大隻。這今次個案是佇咧野花建立族群生態後代。彰化的防除最主要是透過專業團隊，包括獵人，等於說依據綠葉蜥的習性去做精準捕捉。彰化縣的青杜丁栽種過去起離林溪上濟隻，農業處統計今年全國已經掠超過5000隻，數量真驚人。即馬馬路溪嘛佇咧斷，顯示外來種的問題是哪來哪嚴重。